祝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31，旧历的4月27，礼拜5。新闻的头一条，这个啉酒开车弄死2个人，敢若判7年。被害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伤心流目屎。今年的2月，台中一个单身的驾驶无驾照，而且是第3届来啉酒开车，结果是高速逆向弄死一个男大学生，甲一个准备要结婚的新娘啊！台中地方法院1审才判7年。死者的家属听到判决，目屎水流落来。为什么会判这么啊轻呢？讲台中地方法院考虑到这个单身的驾驶积极甲死者的家属达成和解赔偿，加上伊本身有喙空癌，嘛来承认过错，所以才判7年。一审判7年，2审不少又判几年。裴先生听完判决真伤心，因后生伫今年2月份，和一个有啉酒赛车前科的姓陈的驾驶赛车弄死。检察官认为讲，姓陈的驾驶一再酒驾，求刑上界悬的刑度10年，结果即马1审判决是7年。他说他想回家，你说他回家不是很讽刺吗？他可能就他还想回家，他让别人都回不了家。这件酒醉赛车害2个家庭破碎，另外一个死者是一个桥倒摆小姐，伊是准新娘，本来已经交男朋友，要行上红地毯。判决的时，伊的男朋友甲因老母拢有来听。叫我生活要好好过，日子还是要过啊，叫我照顾家人。这个老母心真痛。It's not easy for the mother. Was thinking about my daughter. 酒驾致人已死，刑度是3年到10年，是安怎？这件是判7年，法界人士是安尼看。那法官在这一次的判决里面，其实他有去审酌说，被告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重复的一个酒驾，所以他去判了一个就相对以往比较重的一个刑罚7年。他最后要审酌出了，当然跟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是非常重要的。台中地方法院表示讲，姓陈的驾驶有公用危险的前科，加上击败酒驾驶33公里远，造成2人死亡，危害重大。也不因为伊犯后积极甲被害者家属达成和解赔偿。加上伊本身有喙空癌，当时拢有承认犯罪，判刑7档，会使上诉。